锻炼圣诗，圣诗117首，河顶奇妙听头。上帝主耶稣圣神的听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咱这首诗，咱一开始要敬拜的时阵，伊真柔和，咱会当拿学罗用真安静的心来学罗上帝。咱先听琴来弹一遍。117，河顶奇妙听头。我心灵，我心灵，河顶奇妙听痛我心灵。万福的主为我甘愿承受咒诅，河顶奇妙听痛我心灵，我心灵。甘愿承受咒诅，我心灵，我心灵。来，河顶奇妙听痛我心灵，我心灵。河顶奇妙听痛我心灵，我心灵。万恶主啊，罪恶我承受咒诅。河顶奇妙听痛我心灵，我心灵。甘愿承受咒我心灵。第2节。河顶奇妙听痛我心灵，我心灵。河顶奇妙听痛我心灵。我命的主为我甘愿放的免流，河顶奇妙听痛我心灵，我心灵。甘愿放的免流我心灵。主上帝加油歌，愿学罗，愿学罗。主上帝加油歌，愿学罗。伊是至尊至大，世间人拢出声。世间人拢出声，哦罗哩，哦罗哩。世间人拢出声，哦罗哩。好，这是第1首。第2首是牧师讲道煞的回应诗，444首。主，你调明河顶清楚。以赛亚书6章8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罪啊，治罪要为冤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这是一首英国的圣诗。请问咱兄弟姊妹，主互你的调明是甚物？会当分享的人举手，无人哦。无人无要紧，我小等甲大家分享，我来。我做例来分享。调明伊只顶头英文有讲 ，How clear is our vocation, Lord？ 非常清楚的一个职业，还是呼召，还是志业。主已经甲咱通。我回顾我迄个60几年的即个生涯，我感觉主互我的呼召足清楚的，就是我伫大学要毕业的时阵，我就决定要做广告人，我要做广告。所以我毕业去做兵，退伍我就入去广告公司，差不多4年5年的训练。煞落都无照我家己的意思，
上帝就引带我到统一超商，就是 7-Eleven。10年，收落去 Starbucks， 20年，收落过5年，转到统一超商。我感觉这35年足清楚，就是上帝替我安排我的调命。伫即个工作中间，会当学习，会当服务。我即摆回顾起来，我感觉上感动，就是我咧 7-Eleven 的时阵，我甲迄个基督教的机构 World Vision， 就是世界展望会，阮发起G230，对于当初开始整个世界展望会的迄个募款增加非常的多。对世界各地非洲，还是科索沃、波斯尼亚，还是迄个车臣，中美洲的即寡儿童做非常大的帮衬。阮募款是已经差不多120亿。到伫星巴克的时阵，我继续甲迄个世界展望会合作募款，帮助咱台湾的原住民儿童。互因有教育的经费，所以我是感觉上帝的调兵，就是咱的职业，咱的家庭。搁一个我袂记的，第一个迄个工作找到以后，我第二个调兵就是甲阮太太结婚啦，所以建立家庭。所以即摆已经退休，退休的调兵，伫继续过去工作的中间。上帝嘛，互我有伫教会服侍做执事、做长老。即摆退休以后，继续做长老。但是，搁一个调兵，我已经有2年伫上山国小生命教育，甲1年级、甲2年级，非常的快乐。即摆的调兵嘛是爱甲阮的孙来佚佗。所以这我甲大家分享，希望咱庆祝150周年，咱要讲故事，希望咱每一个人拢爱。讲家己的故事，咱即摆就来唱这首《主你调兵何等清楚》。来，主你调兵何等清楚，愿主心听你。叫你的未来我来信，明白你最万物主宰，大地起鼓我心，为地家都失败，世俗愿袂记得调兵。当大艰苦交集，世上压力扰乱心灵，偏心无力改变情景，咱将也先袂通，修补康复心灵。愿心境好行道所行，阻碍好因勇行，美好心的愿着下心，才袂空辜负主名，长远无过失错，才堪主。交代愿所着罪，无论单独做伙，例行工听炮呼异响，我愿无听也目仰望，世界罪关无还，救赎公路完全。主耶稣对咱的调命好发想，咱来回应。所以咱牧师要甲咱讲的题目，思维受用，思维素养，意思就是讲有工作，
有共领薪水，但是拢无要做代志，所以有几职阁无要做代志，阁叫人霸凌，这就足毋好。咱伫教会做中介牧师，咱这是无几职，但是嘛袂使思维素养，因为咱已经领受上帝足丰厚恩典，咱都是来回应。时间已经到，咱就准备心来做礼拜。今仔日是退休牧师团教师奉献主日，奉献地仔伫座位头前，请准备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恁着学罗上主，恁着学罗上主的名，上主才会落幕点伫上主的厝。
踮伫咱的上帝厝的院内下，恁着学落伊，恁着学落上主，因为上主是好，着唱歌学落伊的名，因为这是真妙。三角内吟诗学落上帝，圣诗117首，117首，请起立。我心灵，我心灵，好天奇妙听他，我心灵。盼望的主为我，甘愿承受救助。天奇妙听他，我心灵，我心灵，甘愿承受救助。我心灵，我心灵，好天奇妙听我心灵。我命的主为我，甘愿放海流，好天奇妙听他，我心灵，我心灵，甘愿放海流，我心灵。主上帝加油歌，阮路路，主上帝加油歌，阮路路。这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以本州必来到人来受苦，定世界死埋葬如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大平，伊会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信国共同教会，圣道的相通，对下面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请坐。三界面启应文33篇来应答上帝话，启应文33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做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走去倒位，我才会闪避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掠走，暗时亲像日是遐尼光，
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同心来祈祷。亲爱爸爸，阮满心感谢你，对创造世界以前，你就听阮、竞选阮，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为你享受伫个主你内底的保守甲看顾。无论阮伫倒落，阮做啥物，你拢甲阮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啊，爸爸啊，我们敬拜你，你是阮的盾牌，阮的阳光，阁是互阮头举悬的。阮倒地，阮咧困，阮精神，你拢保守阮。阮要时时刻刻来亲近你，听候你。阮的心思意念要全然来归向你。阮甘心含服伫你骹前，因为你的听吸引阮来归向你。确实，阮常常伫个暗中来得罪你，伫个无知中来得罪你。求你除去阮肉体的软弱，清洗阮，帮助阮脱离污秽拉散的代志。亲爱的上帝，也感谢你赏赐主耶稣成做阮万福的源头，用伊的宝血做清阮，佮赐下圣灵保惠师，更新阮、保守阮，来恢复阮甲你中间迄美好的关系。主啊，阮若要认罪悔改，因为你若要追求阮的罪，阮无人徛会牢。但是你有慈爱，佮有怜悯，也佮有赦免的权柄，互人来敬畏你。求你的面光照阮，互阮看见阮家己罪，甲阮对你的亏欠，也求你赦免阮肉体的软弱，撤销阮的罪过，做清阮一切不义，互阮清便纳洗，灵魂得救。阮若要为着阮每一人信仰来恳求祈祷，互阮毋但性命因为信主来得救，阮的灵命会当日日更新。互阮每日用读经祈祷来到你的主面前，甲主你亲近，也时常来参加主日中崇拜、团契小组的聚会，参与教会事工，积极来供应奉献，供应上帝国的需要，互阮过着合主日旨意的基督化的生活。教会目前在进行重建，原址重建。虽然到建两骹步有小可淡薄的延前，但是阮相信万事拢有主你上好水的旨意。只求你，互阮有合意的心志。无论伫个建堂的事工，也是阮宣教事工，甲教会所有一切事工，拢求主你带领保守，互即个属地上帝家上山教会继续伫上山地区来徛起，来做光做盐，来带领人归主。互阮教会诚做上山这地区的人会祝福，来彰显主你的荣耀。阮诚心别个一起用祈祷，即时阮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天里，阮的日时，你国
国万民永光拢是所有。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第2节到26节。隔日，因对伯大尼出来，耶稣遥远看见一丛无花果，树有叶，就去看，伫迄顶面有所得无？已经到，竟然无所得着。只有叶拿定，因为毋是无花果时，就对迄丛树讲：打了后，永远无人食你的果子。伊的学生也听见。因到耶路撒冷，耶稣入殿，
就赶出店内买卖人，车倒换钱的人一倒，甲卖井的人一椅，却毋准人带器具对店里经过。佮教示因讲，检无记载讲，我的厝要称作万邦基督的厝吗？若是恁，互伊做贼收。遮个祭司头甲经学师听见，就找看通怎样来灭伊，因为惊伊是众人拢奇怪伊的教示。6个远，耶稣出城去。20节，早起时，因对遐经过，就看见迄丛无花果树，根基拢孤打去。彼得记得就甲伊讲：“列比，你看，你所著作的无花果树已经打去。”耶稣因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恁讲，凡若甲即个山讲煞去，迄伫海里，心内无犹豫，独独信伊所讲的的确诚，就要甲伊诚。所以我甲恁讲，既然恁所祈祷来求的，着信是已经得到，就要甲恁诚。既然恁徛伫祈祷时，想着有人得罪你啥物，就着赦免伊，互恁伫天里的爸也赦免恁的过失。恁到遮，请是信德牧师讲道，题目是思维素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摆代表总会退休传教士委员会向咱的教会请安。多谢咱过去伫即个奉献主日有支持来照顾遮个退休的牧者，请咱伫未来日子有缘继续为着遮退休的牧者来祈祷望因心灵拢会当健康，也有好的福祉。今日较早到即个所在礼拜的时阵，我到即阵心情还真陶醉伫咱的圣歌队内底，对因开始咧练习。我感觉讲当时上帝所创造互咱遮的诗歌，对心底笑出来的时阵，即款的感染，即款的感动，当时是赢过言语因为音乐有一个较大的空间，互咱去联想。去思考话当时有伊的限制，讲出来就是即个意思但是诗歌我真陶醉啦就是讲到即阵还阁伫咱的迄款真自信伫迄个指挥者的身上，然后指挥通过伊的学养带领咱学习，带领咱敬拜，互咱的敬拜会当阁达到阁较水。也是引出咱搁较认捌上帝。但今仔日趁这个机会，用这段经文，甲咱来探讨一个问题今仔这句话“思维素餐”，思维素餐其实是一个成语啦咱是平常时较少用。但是为什么会甲这个成语甲伊斗伫今仔日这段经文？思维素餐思维意思就是讲空占迄个位，无做代志；素餐就是讲无工作，毋过坐咧食，就是讲你无出力，总是你干那伫迄个所在食所以因为安尼，即个所谓素餐会当，比如讲徛伫迄个位，还是坐伫迄个位，却无咧做代志，无讲，却是食伊的俸禄。今仔日这段马可福音的记载故事，就这款的味。我毋知当咱咧读今仔日这段经文的时，是毋是会甲我久长同款，拢有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讲，为什么耶稣会伫毋是结无花果的时，来无花果树的下面，想要找看有果子通食无？然后伫找无看无的情形下面，佮甲救助即丛无花果。后来过一工了后，伊甲学生行过迄个树骹的时阵，
看即张无花果树已经高达死去，总是伫即个无花果树受咒诅甲高大的中间，即段经文中间，佮插入一段是耶稣清起圣殿的故事。表面上看起来，那像是两件无相关的代志，总是事实上，伊会有产生甚物款的连结。马可福音书写成的时间是伫主后，约略是70年以后。伫主后70年，圣殿已经被毁坏。耶路撒冷的圣殿捌有2遍受毁坏。第一遍是伫主前差不多586年，伫巴比伦的时代，国家受灭，圣殿所罗门王所起迄个圣殿受毁坏，所以真侪人受掠去到巴比伦。那后来主前536年有倒转到520年左右，有搁重启即个第2个圣殿。那第2圣殿起了后，到主后68年，搁受毁坏，差不多68年到70年中间受毁坏。但马可福音写作完成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伫主后70年的时间。在写的时阵，即个圣殿已经无去，所以犹太人必须爱面对一个无圣殿通好敬拜上帝即款真残酷的事实甲冲击。为什么因会感觉讲是一个真残酷的一个信仰的挑战？咱若读旧约的时阵，咱就知旧约在读旧约的时阵，有足侪所在，人若犯罪，拢爱献祭，献祭拢去圣殿。你一定爱献祭了后，你犯什么？犯较小的罪，你就爱献较小的祭物；你犯较大的罪，你就爱献较大的即款的祭物，然后才有法度通好你的罪受赦，然后你才有法度通好重新建立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啊，圣殿若无去的时阵，就是犯罪人无所在通好献祭。啊，若安尼，因感觉讲因的罪拢要伫的，啊无法度通好赦，要怎样重新建立因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所以，这犹太人也是原来这信仰的人，因会感觉讲，安尼阮要怎样甲上帝中间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马可福音在写作的时阵，就即款的目的，就是要甲当时的读者讲，圣殿虽然消失，毋过恁毋免担心，毋免烦恼，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毋免用着圣殿。作者马可有引用大量的旧约的经文，来帮助人了解认捌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就是弥赛亚。耶稣已经取代圣殿，人需要遵探耶稣的教导就会使。所以马可福音有引用犹太人所珍惜的旧约的经文，特别是马列基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也是第4章第5节到第6节，来成做一个原则，也是基础，来说明上帝囝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前的犹太人伫马可写的时代的时阵，因所读的圣经，甲咱即摆的圣经无共款，因只有是旧约一寡圣经、一寡经文，而且迄阵的旧约嘛还未形成正典，所以甲咱即摆所咧读的圣经有无啥共款，但是会当读的有可能就是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生头前迄五卷，啊，佫有一寡，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对这旧约来讲是真熟，但马可的作者伫写这的要写马可福音的时阵，又建立伫这的犹太人已经真熟的这的旧约，然后要怎样引用这旧约来帮助因了解接受耶稣就是上帝的囝，是耶稣基督。伫马列基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才有安尼讲：
万军的耶和华讲：看，我找我的使者，伊要伫我的头前被办路。恁所找的主要忽然到伊的殿，名誉的使者，就是恁所羡慕的。看，伊来啦！独独伊来的日，治罪当会起；伊显现的时，治罪徛会牢。因为伊亲像锻炼者的火，佮亲像漂泊者的剑。伊要坐地，亲像锻炼云，互伊清气的，来清气利未的子孙。锻炼因亲像金银，因就要凭公义献礼物互耶和华。迄时，犹大甲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要得到耶和华的欢喜，亲像旧的日、古早的年。这是伫马列基书3章1节到4节。然后伫4章第5节到第6节，则佫安尼讲：看耶和华大佫通行的日。到会大声，我要找先知以利亚到恁遐，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做囝的心活转伊的老爸，免得我来咒诅即个地。即两节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中间扮演两个真重要的角色。第一就是。伊帮助马可将行事的约翰描写做以利亚，因为伫旧约时代，人真相信也信赖以利亚，看伊是一个真伟大的先知。然后第二，伊是帮助马可将耶稣清起圣殿，甲伊描写做上帝忽然要来到伊的圣殿。马可福音有用3章的篇幅，借着耶稣3摆进入圣殿，来表达对圣殿的批判，就是伫11章11节、11章15节到27节这3节的所在，有记载耶稣3摆进入圣殿。11章到13章基本上拢是用圣殿做背景。11章描写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了后，马上到圣殿的逐所在看看，然后佮出去。隔日倒转来到圣殿的时阵，就是咱今仔所读的这个经文。伊伫圣殿的时，请倒遐做生理人的倒啊椅啊，将遐做买卖人甲伊赶出去。然后第12章就描写耶稣第3遍进入圣殿，来责备遐无共款的宗教领袖。13章是描写耶稣预言圣殿被毁灭。这3章通讲是马可对主后70年圣殿被毁灭的看法，就是讲耶稣就亲像马列基书所预言的上帝同款。伫先知以利亚做先锋来的情形下，即个旧约中间是以利亚要来，总是伫马可福音则是用行事的约翰来扮演以利亚的角色，然后突然来访问圣殿，这就是大个通行的日，因为耶稣就亲像迄个锻炼者的火，甲漂泊的剑。要来清起圣殿，就是推翻圣殿甲伊的祭祀制度。主后70年的圣殿被毁灭，是耶稣通讲是伊清起圣殿的一个行动剧的一个展现。为着要强调圣殿毁灭的必要性，马可佮回应两位旧约的经文，来写成这个无花果树的譬喻。作者并无直接来引用这个经文，总是咱若熟悉，咱若了解旧约，就会当领悟其中的这奥妙。咱先对耶稣所讲的一段话来讲起，伊记载伫马可福音13章的第2节甲28节。这段经文，安尼讲就是耶稣带学生
进入圣殿看了后出来，耶稣的学生在学了讲啊，遮尔伟大的一个建筑物，一个圣殿，总是耶稣却那亲像到遮学生泼冷水，甲伊讲：你看遮个大厝，伊伫遮无要一块石头留伫另外一块石头顶面，也无斜落去。恁着学无花果树的譬如，当鸡卵叶发的时，恁就知下天云人。这是耶稣带学生进入圣殿，看这真水真伟大的一个建筑物出来了后，学生伫学了圣殿，总是耶稣却用即句话甲因讲，那像咧泼这学生的冷水。当耶稣安尼讲的时阵，伊爱个学生摕无花果树的事件做一个譬如来思考。当叶青翠鸡卵叶发的时，恁就知夏天近啦。那安尼即句话，哪亲像卖菜共款，到底是咧讲甚物？我想答案就在伫夏天这两字，夏天这两个字。因为即句话，伊是引用对阿摩斯一段的经文，伫阿摩斯第8章第1节到第3节，这经文安尼讲：主耶和华讲，我看见一顷夏天的果子。伊讲阿摩斯啊，你看见甚物？我讲看见一顷夏天的果子。耶和华就对我讲：我的百姓以色列的末期到啦，我的确无搁宽恕因。主耶和华讲：迄日宫殿的唱歌要变做啼哭，要有侪侪神师伫逐所在迄角，人拢静静。为什么阿摩斯看见夏天的果子是代表以色列的末期呢？这是因为伫希伯来文夏天的果子即字夏天，伊的发音甲末期即字夏天甲末期伫希伯来文顶面，伊的字根是共款，发音也真共款。那亲像这着咱今仔日咧讲话，讲有一寡谐音梗，谐音梗，你讲出来即句话。有人会当听做安尼，有人会当听做安尼。咱中间可能有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位原住民，伊去一般的面店，食要甲头家讲，我要食一碗面安尼，头家就问伊讲，要不要加蛋？要不要加蛋？伊就甲问讲，加蛋是安怎？讲加蛋加5块。伊讲安尼我无爱伫加蛋，我要出来外口等。这咱知影意思就是讲，咱通常拢加蛋就是讲，你加一个卤卵无嘛，这是安尼，这北京语嘛呢。但是你若台语的是你要伫加蛋无，加蛋甲加蛋，这是谐音梗，同款的音，总是你会当甲伊理解做要加一粒卵，还是你要甲伊理解做要伫加蛋。伫这个所在，夏天的果子，这个夏天甲迄个末期的音。字根是共款，所以当马可福音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阵，伊有引用这个阿摩斯书这个意思，就是讲，当恁若看到夏天的果子到的时阵，就末期就到。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讲，当鸡卵叶发的时，恁就知影夏天到。意思就是讲。当鸡卵叶发的时，恁就知影末期到。听话的人会当听作末期，听无的人就照字面夏天到。这就伊就是爱听众根据阿摩斯书的经文，对夏天近啦，来联想到圣殿的末期已经到。总是圣殿的末期，佮甲无花果树有甚物款的关系？这就爱搁讲到马可所回应的另外一位旧约的经文，
伊是来自先知耶利米真有名的圣殿的讲道，这是记载伫耶利米书第7章第4节、11节到8章的13节。这个所在记载讲，恁毋通歪靠白贼的话讲，这个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即间用我的名来称呼的厝，恁看做贼收嘛？耶和华讲，看我已经看去啦。耶和华讲，我要一尽灭因，葡萄树无葡萄，无花果树无花果。叶也要高大，我要互因的我要互因的，拢要无去。所以耶利米伫耶利米的时代是伫主前第6世纪，伊感觉当时的圣殿的信仰已经破散，甲无结葡萄的葡萄树、无结无花果的无花果树差不多，所以耶和华已经看袂落去。伫迄个当时，就是讲，国家已经拄着患难，百姓嘛拄着患难，信仰已经大家无真纯正，总是因还阁感觉讲，即间圣殿是用上帝的名所起的，所以上帝的确会保守伊的圣殿，所以因人就拢走到圣殿遐讲，阮袂拄着危险，伫圣殿内底真安全，所以又讲。这是耶和华的圣殿，是耶和华的圣殿，是耶和华的圣殿，连续讲3遍，甲咱即摆的风俗共款讲，因为足重要，所以讲3遍。圣经内面有原伫希伯来文会讲3遍的原因，就是讲因的文法内底无所谓比较级所以咱若即摆咧读英文的时阵 ，good best 等才有比较级，最高级安尼。因无伫希伯来文的表达，那真重要，就是讲3遍，所以会当理解讲，迄是一个比较级。耶利米咧批评的，就是讲当时的百姓甲遮的宗教领袖，因家己无照上帝的话来行，总是因只有掠条讲这是用上帝的名所建立的圣殿，上帝住伫圣殿内底，那安尼上帝会保护伊家己的圣殿，咱若美入来圣殿内面。安尼，咱绝对万无一失。当时，耶利米书所咧讲的，就是对即款的情形做一个批判。伊讲，即间用我的名来称呼的厝，恁看做贼收嘛？耶和华讲，看我已经看去啦。耶和华讲，我要一尽灭因。就算讲用我的名所建立的圣殿，人若要行公义、好人民、遵照上帝话来行的时阵，这个圣殿有缘会受毁灭。换一句话讲，耶和华已经看人的所行所做，特别这圣殿宗教领袖的所行所做，已经看袂落去，袂一尽灭因。所以换一句话讲，无花果树有叶无果，是咧回应耶利米的这段经文。讽刺圣殿空有一个真好看、真伟大的一个建筑物质的外观，却无一个真实质的内在时阵，安尼你圣殿无发挥应该有的功能。反倒转，搁互伊变做贼收。所以真侪人读到耶稣因为无花果树有叶无果，就咒诅伊讲：但对打了后，无人永无人食着你的果子，会感觉讲耶稣真无理。那对字面，咱咧读圣经会感觉讲，明明圣经就记载讲，毋是无花果树结果子的时，偏偏耶稣要来找果子。找无的时阵，佮家己咒诅了后，即丛无花果树佮高大，那安尼敢毋是反映出耶稣那是就真无理安尼？不过咱若对头拄仔所读阿摩斯的经文，甲耶利米的经文，咱若了解了后，
应该就袂有即款的误会。耶稣其实毋是咧咒诅有叶无果的无花果树，耶稣其实是咧咒诅挂羊头卖狗肉的圣殿。圣殿应该是随时拢是上帝恩典的一个管道，不应该是无。毋是时啦，就是讲，人若进入圣殿，通过圣殿，圣殿随时应该就是上帝恩典的一个管道。袂当讲，这段时间圣殿无这个作用，圣殿干那伫对一段时间有迄个作用，安尼哪定？毋是，圣殿应该是随时拢是上帝恩典的管道。所以马可有真巧妙来安排这个无花果树的譬喻，因为伊知影。伫主后70年了后，圣殿已经被毁灭，真正是永远无人食到你的果子，就无人食到迄个圣殿所结的果子，因为圣殿已经无去啊。那安尼对顶面的说明，咱就知影马可要甲当时的读者讲，毋免为着主后70年圣殿被毁灭来惊吓。因为耶稣早就用清起圣殿来宣判圣殿的死刑，因为当时的圣殿已经无发挥应该有的功能，却成做耶稣所咧谴责的。我的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毋过恁却互伊变做贼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今仔日这个题目讲。尸位素餐，尸位素餐，你应该有迄个位，你着要发挥迄个功能。毋过伫当时来讲，有迄个圣殿，总是却无互圣殿发挥应该有的功能。我想若安尼，咱今仔日个教会甲基督徒，咱嘛真正要好好反省，是毋是咱拢有发挥应该有的功能，还是？咱变做是一个空占迄个位置，空占土地，却无做代志，无好好来发挥迄个功能。马可特别将无花果树的譬喻改切做两半。前半段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伫11章的12节到14节，然后后半段是20节到21节，无花果树高大。然后中间有插入耶稣清起圣殿这段15节到19节，那亲像三明治安尼甲伊包起来。咱来读马可福音的时阵，会发现马可作者的写作的方式，有几来所在，拢是用这款三明治的部分，将一个故事切做两半，中间佫加入一个。咱若还佫有印象，伫记载一个老爸来找耶稣要医治伊真看病真严重的左囝，然后中间插入一个医治迄个迄老的妇人人，即款的做法就是讲，原来即个来老爸要来求耶稣是要医治伊真重病的左囝，插入即个故事了后，因为时间去动拄着。然后递到，互伊的左囝怎变做死，然后耶稣有医治即个迄老的人，然后了后有甲即个老爸真烦恼，因为有人甲伊要搁出来的时阵，伊的厝里的人已经甲伊老爸讲，真心毋免去啊，因为你的左囝已经死。总是耶稣甲伊的老爸讲，只要信，毋免惊。安尼，伫读即个故事的时阵，互咱感受到马可即款的写故事的方法，就是互迄个故事原来第一个故事变做佫较紧急，变做佫较严重。总是虽然紧急，虽然严重，毋过耶稣犹原有迄个气力，通好原来是要医治重病人，到尾是互死去的人，佫再佫活。所以伊的写作是安尼。所以伫即段经文中间。犹原是咧显示出，将即个无花果树的譬喻，甲切做两段，中间插入即个清气圣殿，是为着要互人更较了解即个故事。就是讲，
圣殿你应该发挥迄个功能。那为什么圣殿无发挥迄个功能？因为伊伫中间圣殿在做买卖，顶遮做插修所以安尼后半段过来是高大去一张树若高大就是死去圣殿若无发挥伊个功能，就是圣殿嘛已经死去，就是即款的记载。伊即款的记载就是要互读者搁较了解讲。互人看见当时圣殿真正腐败情形，但圣殿消失了后，伊原来的功能敢犹阁会当得到。当时的人因咧烦恼的是即个部分，即犹太教徒，即基督徒因咧烦恼嘛是圣殿有伊应该扮演的角色。等若无圣殿的时阵，要怎样？迄个功能，迄个下罪互人会当甲上帝中间。搁再重新建立关系，即款的功能要怎样，搁会当保持？所以马可伫无花果树的譬如了后，伊接续来记载耶稣安尼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恁讲，凡甲即个山讲散去，迄伫海呢，心内无骄疑，独独信伊所讲的的确正，就要甲伊正。所以我甲恁讲。既然恁所祈祷来求的，若是神已经得到，就要甲恁成。既然恁徛伫祈祷的时，想到有人得罪恁什么，就着赦免伊，互恁伫天灵的爸也赦免恁的过失。这有两个重点，拢甲主后70年的圣殿毁灭有关。耶稣所讲的凭着信心来移山倒海，就是将这个山界移去，甲伊迄伫迄个海呢，并毋是今仔日咱所想象，还是咱所了解当时拄着土石流、拄着大地震即款的大的变动，毋是。耶稣当时咧讲的这个山，是咧指伊所讲话的时阵，伊的眼前迄个位置的对面，迄个圣殿山，圣殿山。而且海是咧指世界创造以前迄个黑暗的深渊，因为古代近东的创造故事，大多数将圣殿建立圣殿当作是世界创造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目标，所以因为安尼移山倒海，即个移迁移即个圣殿山，甲伊倒海去到迄个深渊，就是咧讲。倒转去到圣殿还未存在以前，世界还未受到创造以前的迄款的混沌的状态。但是马可讲，只要有基督的信，就算是圣殿消失，世界倒转去到混沌状态也无关系，因为赦罪。即个原本圣殿现在最大的功能，只要咱互相赦免，上帝就会跳过迄个圣殿，直接来赦免咱。就是讲，伫圣殿现在，主要是讲人的所犯的罪现罪了后受赦免。但即摆即个功能，圣殿无去了后，要怎样？人要怎样互相赦免？即个罪得到赦免，要怎样来？伊要讲，就算圣殿消失，功能应该会当得到。原本圣殿上界大迄个功能，现在只要咱人甲人中间互相赦免，上帝就会赦免咱的罪。所以伊咧鼓励信徒毋免惊吓，因为耶稣有取代圣殿，伊的死毁无了圣殿甲祭司制度的功能，所以。马可福音有记载，当耶稣伫十字架顶断开的时阵，赶伫圣殿内底迄个梨啊、布梨啊、至圣所迄个布梨啊，有对顶啊到下立做两边。咱也知旧约的中间，至圣所只有甚物人会当入去，大祭司会当入去伫迄个所在现在。但即个梨啊布幔立开的时阵，就是讲即个中间。圣殿人入来到迄个至圣所中间，已经无迄个隔离的物件，人会当直接面对上帝。
重新了解这段经文，帮助咱更较明白基督徒袂当互一个硬体的圣殿来建筑，也是一寡条文来甲伊白死死。这嘛，咱咧读马可福音的时阵、四福音的时阵，耶稣为什么甲当时的经学师有真侪紧张？就是因的解说甲耶稣的解说无共款，引起互这个经文白死掉的，总是对人的关心，煞比迄个条文搁较次要。哦，所以对安息日通医治人的病无。那对经学师当时圣殿这宗教领袖，因是袂使爱严守安息日，袂使做遐代志。总是耶稣有问因讲：恁若伫安息日，恁的牛若跋落迄个即个陷坑中间，恁会怎样？恁是毋是会甲伊救起来？通常因是拢会救起来。拢是耶稣甲伊讲安尼，人敢无比精生搁较贵重嘛？问伊这话了，耶稣就伸手医治迄个手歹去迄个人。四周围遐宗教领袖看到即个时阵，安尼要讲就是讲恨得牙痒痒的。哦，安尼明明文字的记载袂使，总是耶稣你偏偏要安尼做。总是耶稣安尼做的原因，是因为伊看重人赢过安息日，所以耶稣当会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设，看人的性命赢过迄个空守一个条文。所以咱常常只有注意到伊的功能甲表面上文字的意思，却无注意到伊的精神。耶稣对功能无好好来展现的圣殿来提出批判，对经学教师的死守迄个条文，却无顾人的实况，伊嘛提出迄个批判，为着是要互人会当真正来接近上帝。但毋忘今仔日个经文也对咱有所提醒，咱的礼拜堂的存在，是要帮助人来认捌上帝、亲近上帝。有一个例已经发生伫差不多20几年前，一个教会伊若要做社区的活动，通常拢会碰到即个情形。伫高雄即间教会，因兴起一个差不多7层楼的大楼礼拜堂，因有真大的空间。边仔有小学有中学，所以因当时有发展迄个课后辅导班，因的课后辅导班差不多甲300个人入来。300个人入来，你就知影讲，小学的囡仔甲初中的囡仔入来，甲你教会礼拜堂的教室，就当做一般的教室共款嘛，毋免偌久，迄个墙壁就拢有迄个骹印啦、手印啦，拢乌乌安尼。教会就开始在讨论啦，特别小会、中级会就开始讨论。啊，咱礼拜堂打起好无偌久新鲜，啊，互遮个囡仔就变做安尼乱去，啊，拢变做乌去安尼。敢通圣殿是对咱来讲是一个神圣的要敬拜所在，敢通互伊安尼？所以伫教会内底就开始有两派，咱是毋是爱关起来卖做，来保持咱圣殿的即款的神圣甲迄个圣气？总是嘛有人安尼讲，就是讲。咱既然要对社区开放，要传福音的机会，互因有时间来认捌，机会来认捌。那安尼，咱毋通为着咱的礼拜堂即个所在拉绳就关起来。颠倒咱应该看着讲，若是即个经营即个客服班重要，那安尼，咱是毋是逐年编一个预算，重新甲即个行人的所在优察一下，安尼就好啊。优察一遍就搁变新的啊！但是咱互咱逐日一礼拜5天有安尼超300个这个学生会当入来教会，伫即个所在受教会管顾照顾，甲因的家庭有迄款较亲密的关系。并尾讨论了，就采取第2个建议，就继续迄个节目逐年编预算来优察因的教会。我想。即款的情形一直伫咱教会内底咧发生，
不管大间教会、小间教会也好，有真侪教会，因感觉以前咱拢讲咱爱开门，互人入来。毋过，咱台湾人无遐容易，你教会开门伊就入来。你一定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活动，吸引伊当会当入来。啊，入来了后，迄个节目可能经过2年、3年，但是教会就有人会算，即2年、3年，咱投入遐济，有偌济人因为安尼进入教会来信主，那真正前头后后无几个，就开始咧讲，安尼咱逐年投入遮尔济人力资源，安尼顺意，就开始用迄个算讲，安尼敢会好啦？我常常若拄着教会咧问即个问题的时阵，我爱因来想一下，讲咱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有一个现况，就是咱有真济咱的信徒的家庭，夫妇2位中间可能干那一位是信徒，另外一位毋是信徒。请问你用几年的时间，才会当引出你的另外一半来食做信徒？有的人是10年，有的人是20年。甚至有的人是30年，但这生活斗阵，你得遮尔密切的关系，你都要用遐尔长的时间，才有法度通引出另外一半来信主。那安尼何况咱教会开放，通过这个节目2年3年，你就要算迄个结果的时阵，我想这是真困难。咱应该就是讲，互咱的教会一直发挥迄个功能，咱就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一直去验证。通过咱的态度，通过咱所行所做，我想有一天因要感受到，为什么咱要对因付出，总是咱却无求迄个回报，就是这款的情形，互因感受到咱对因的疼。基督徒的存在，嘛是要互咱家己去经历上帝，然后见证上帝伫你身上的作为。就那亲像新的诫命所甲咱讲的，你着爱专心、专情、专意听主你的上帝。第2条也亲像讲，你着爱听厝边亲像家己。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恁着彼此相听。我怎样听恁，恁也着怎样彼此相听。如果恁若彼此相听，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耶稣咧讲即条诫命的时阵，恁若彼此相听，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我想今仔日当时咱常常会讲，你爱去传福音，你爱去做见证，你爱去传福音，你要怎样传？当时咱感觉讲去传只有靠咱的喙去传，效果无出来，因为传的人，你的行为若无配合，就真困难去拍动人的心。所以耶稣咧讲，恁若彼此相听，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有法度伫咱日常生活中间，厝内人彼此相听，教会人彼此相听，伫咱的工作单位顶面彼此相听，然后将即款的听，搁再延伸出去，互人真正会当看到基督徒即个团体，即个团体是真正会当活出迄个彼此相听。那即个彼此相听，会当互咱四周的人感受到、入目到。我想，人就要对安尼知，咱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那安尼，咱就有法度通去发挥迄个基督徒的即个功能。所以，毋茫通过今仔日这段经文，耶稣所咧讲的即个无花果树的譬喻，搁一摆，互咱警醒提醒，咱的教会也是咱的基督徒，咱爱发挥应该有的功能，而且是无迄个，毋是季节，无迄个讲这段时间无，是应该一年365天，逐工拢是的一款的情形。请咱三甲祈祷。主啊，感谢你赏赐阮这经文，通过这经文的故事，搁一摆提醒阮，你爱阮不闪时，
拢会当发挥军队里发挥功能的时，互阮对兄弟姊妹的疼，甲阮四周围的人的疼，展现伫阮日常生活中间，也互人因为安尼看到阮彼此相疼，因就知阮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愿这个话，圣经的话，常常成做阮的提醒。愿安尼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来读今日金句，请咱做伙来读两摆。来，国家是因讲，简无记载讲，我的厝要称作万邦的基督厝吗？若是恁互伊做贼收，马可福音10章17节。国家是因讲，简无记载讲，我的厝要称作万邦基督的厝吗？若是恁互因做贼收，马可福音10章17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444首，444首，请起立。照你的话来，我来明白你做万有主宰，当你的苦大心，为你我度难。耶稣，我为你的要命，当他不保你。正也每趟修补抗议心情，愿心平复心多所行，所来勇行，你好心的愿着学习，也袂坎坷。有主名，你交代愿所着罪，无论当作做伙，日工地无理想。万仰望，是地最关无我，忧伤公路完全。请坐。奉献，请廖维干执事、吴慧芳执事、黄恩信执事来辅接奉献。
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今仔日是退休牧师传道书奉献主日，特派启信的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徐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四点，本教会2004年圣诞节的节活动哦，请大家家己看吼，请欢迎兄弟邀请朋友参加。少做个牧区的消息，中年团契定12月18日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吴凤约老师来带领。提升激励甲认知的能力课程，请客友参加，比如午餐。基地关怀，郑茉莉姐妹的妈妈郑吕菊花牧师妈，12月初四拜三蒙主文调，定伫12月26拜四下晡7点，要伫桃园殡仪馆静德厅举行个别礼拜，请为遗族祈祷。第二点。张月琴老姐妹伫12月12拜四蒙主文调，定伫12月27拜五上午10点半，要伫第二殡仪馆怀爱馆进行楼智人视听要举行2点的火化礼拜。12月28拜六下晡7点，要伫教会举行个别礼拜。随后要去平安园举行安葬礼拜，请为遗族来祈祷，请牧师报告甲介绍人去。好，咱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伫面对安尼亲人过身的安尼一个代志，所以咱就三体祈祷。咱嘛伫遮个个别礼拜，也是遮个礼拜，咱拢做伙来参加，来诚做因家族的安慰。所以即礼拜拜三伫蔡淑芬长老的厝里，咱要来举行追思的礼拜。所以拜三暗时8点，吼，咱无祈祷会，吼，咱伫厝里来举行家庭礼拜。若需要主旨的来遮甲我问吼，私底下来甲我问。过来，咱即时嘛真欢喜吼，咱的情人高洁吼，伊家己有研发一套的桌游，是保罗伊伫旅行团队安尼桌游，等下伫1楼吼，咱即摆请高洁来甲咱分享吼，报告一个伊的作品吼，伊做出来的桌游吼。喂，好，有吼，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高杰，我今仔日要来介绍我家己设计的一款的桌游吼。这款的桌游会甲恁想的较无同。好，下一页。好，我自细汉是伫教会有参加聚会，还有参加主日咯。我的爸爸是主民长老，我的阿姑是主安长老，我自细汉就看因拢在教会内底服侍安尼吼。我家己是足介意神物的。我咧大学的时，还佫有咧研究所的时，就来研究神物吼。我有一工吼，就甲我咧博物馆做伙来打工的朋友，就想讲阮学遮尔济会知吧？有啥物方式会当互阮从阮所学的遮个物件，会当用一个较简单、较趣味的方式来互大家，也是讲来互遮个囡仔来学、来学习。阮想到讲，无就来做桌游好了，来做桌游吼。
后一页。对，啊，所以阮就将阮所学的遮的材木，就变做是桌游，啊，就伫博物馆，啊嘛有伫学校内底有课程，吼，啊嘛有活动，吼，来教遮的囡仔来耍。啊，即个桌游嘛有伫泽木枝上面有募资成功安尼。啊，伫即个桌游了后，我就会想到讲，除了讲我所学的，吼，我的专业以外，啊，我阁有啥物是会当家己变做是桌游的？啊，阁有啥物是我是的，我介意的主题，来家己变做桌游。啊，我想到讲啊，其实圣经内底的故事嘛是一个真好的题目，吼，所以我就先伫网络里面就先去做研究，就研究讲，即摆有啥物甲基督教有关的桌游？吼，下一页。啊，我看研究了后，我感觉讲，敢若有两个状况是我较无介意，还是讲我感觉讲会当有较好的发挥的一个状况吼，就是我看即摆的基督教有关的桌游，第一个是有一寡会透皮的桌游，啥物意思呢？就是讲，我看讲，我知影讲遮的创作者，吼，还是讲遮的出版社。因足有心的，因足想要将上帝的话语，用一个较趣味的方式来互大家当来接触。但是呢，因算的即个方式，甲因想要传达的即个信息之间，其实迄个结连无讲介齐。所以咧算的即个过程中，你无法度去接受到遮个信息。第二个状况是讲，有一寡的桌游，尤其是国外的较侪拢是因干那用基督教来做一个壳尔，但是内底其实无啥物信息，所以我就想讲，我敢有法度会当家己来设计一款，咧算的方式里面，会当去甲我想要传达的信息，会当有结连的一款的桌游，所以我就家己设计一款，下一页叫做保罗的批，就是根据讲圣经内底保罗所写迄13张的批，来设计桌游。即个桌游伊有4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讲伊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桌游，无论是想要互国小的，还是讲是国中的囡仔，还是讲到老人银发族，拢会当耍。为虾米？因为伊足简单的，足好上手的。第二点就是讲，即个桌游会甲圣经内底保罗看初代教会的角度较无共，因为讲在圣经内底，保罗就是会去教会之间，会当去互因有一寡的帮助，但是伫游戏内底，每一个人拢是一间一间的初代教会，所以是每一个人爱去面对讲，你即摆有啥物教会内底的问题，还是讲是教会外口有啥物假的消息会来影响到你。当然，保罗伊嘛是会伫教会之间来行走，会提供伊的帮助。所以即个角度就甲圣经较无共，但是嘛是真趣味。第三点就是讲，即个桌游伊大概是4个人就会当算，所以无论是伫家庭的聚会，还是讲伫团契小组，拢嘛真适合的。你会当分组去算，还是讲你嘛会当甲你厝内，无论是你的爸母，还是讲你的囡仔，拢会当算。尤其讲即摆就是圣诞节要到接落来阁有过年甲新年，拢是一个足好的，会当互大家大家的迄个感情会当阁好，会阁较好的一个工具。接落来第4点就是讲，因为伫即个桌游内底我无讲有足困难的遐个亲像教条式的物件，所以伊嘛是真适合互微信者来算。所以你嘛会当邀请你的朋友做伙来算即款的桌游。若是讲伊对即个桌游内底初代教会即个情形有兴趣，也是讲伊对讲保罗是安怎去引带遮个初代教会有兴趣的，你就会当搁来带因来教会聚会，若是讲来带因来读圣经。所以这是4个我即届所设计的桌游，伊一个特点安尼。我下一页。
我今仔日就载我的左右来，所以若是若是有兴趣的，吼，若是有问题的，拢会当来1楼，吼，等一个礼拜结束了后来找我，吼，我拢会甲你解说。若是有想要买，拢嘛真欢迎安尼，好，多谢大家。好，咱多谢高杰。好，咱即时咱来公道。好，咱来为着世界、台湾各地宣教师，为着咱教会建堂事工，以及咱今仔日是退休的牧者的奉献的主日，咱嘛为着这退休的牧师因来祈祷。咱嘛为着欢迎的姊妹少宇，为着身躯欠安的雨婷、白长老娘、叶春杰、方梅姐、丁友香、林水长老、赵荣香、明主姐。阿卡姐、道明兄、顺成兄、公基姐、陈基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明理姐、阿菊姐、各元兄，咱开喙来为着遮个集体，为着遮个事工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互阮真做是一个集体，互阮伫无共款的位置，阮做伙来合作一个教会。阮伫遮毋若是敬拜、服侍，阮也彼此关心带祷。伫集体中间，有人失去因的亲人的，主愿恳求你来安慰，失去因的目屎，也互因有永远活的愿望。主，阮也中间有诶是破病、伫处理疗养的，主也恳求你来保守遮集体，互因会当勇壮、有信心来面对因的病痛。主，阮的中间也怀孕，也是厝内有细囝的遮个集体，主恳求你也保守遮个兄弟姊妹，互因有健康的身躯、勇壮的心心，会当来有志来备办生产的过程。主，阮中间也有心内软弱的集体，也恳求你安慰扶持，想事对你来的勇气，互阮会当来面对头前艰难的道路。主，阮也恳求你来保守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真做是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互阮无论是教会的敬拜、教育、关怀，也是阮对外遮宣告的事工，阮所做的拢是合你的心意，也毋是为着荣光阮家己，是为着要荣光你的名。主，也恳求你看顾遮个退休的牧师，互因会当伫世界佮还伫做工传福音。主，恳求你保守，也互因勇壮的身躯，也保守因的家庭。阮也为着世界各国传福音的遮个宣教师祈祷，也帮助因，互因特别伫遮个真无友善的环境的内面，也互因会当有上帝你的保守。也为着阮的台湾，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你看顾，即个世界有真大的罪，总是主，阮感谢你，犹原留存即个世界。主，恳求你，互阮遮个基督徒，互阮也会当觉醒，互阮会当时刻为着遮个事，阮看做真悲伤的事，阮会当时刻来祈祷。主，阮也要为着兄弟姊妹来彼此代祷。特别天气寒冷，祝兄弟姊妹因的身躯无啥爽快，也恳求你保守，互因会当伫即个寒冷的天气内面会当勇壮，也恳求你带领阮新的一礼拜的脚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来吟圣诗395首，吟诗了，请陈牧师接导，请起立。人行言语。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